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故所坚强，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，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机会都要坚持，每一个机会都係希望，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日終須長，甘苦來時愛強壯。蒙蒙天啊，风尘打滚心茫痛。腰断丝连繁华楼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凶数，亚生蒙公，亚生凶公。话挨捌动气，很少，遐代表遐爸的心意，你硬说哪一忘记？还来请我帮你老人家送信，你想看啊？敢我你送嘅心还唔拉的？阿爸就原谅你的，你就杯信不用开来。好好过2-3年，好冇？啊？跳个忙说诶，忙嘞。慢意啦，我不慢意。哦，跳哥，姑爷啦。哦，顺带啦。哎，你生意休息啦。哦，阿爸，
阿爸老生意的嘞。阿爸，今日就衰的。阿爸，我顶下在演啊。我唔演，唔可能阿爸咧，你还充满一样的，俺人的天使，也是他小人的恶毒梦，摸上去天天，就会想要关你嘞。你记念，阿爸喺嗰度煮茶谈饭的日子，唔好佢冇演过。虽然冇通马术，唔可系啲，心肝都好过，比马介就重要。我求死，托到书包上还有线，是唔白做唔少，一时我都有冇好过啊！啊，冇错，前边俺本来在度输咧团圆饭，喺阿班呢纪念是个庆贺嘅菜，前边俺部。喺睇到所有面床，我喺阿班呢纪念水果庆阳嘅面床。不过阿爸，阿班前边俺部喺9点水嘅，你调水用炖，不过吃得饱，做得少，心肝都冇一点好过啊！唔得好过，你要干啲，你还多年来。我很有哥哥了，系不？阿爸，这样子，我就用带阿爸走，本安伤心。了纪念，我因知道对因亏欠，我本来想，请我本看到阿爸过到安定的日子。你就会安心，姑送来将会带阿万转来。我今日按不汤安尼讲，我这样滴。我以前从来就冇去人家那边想过，阿爸，是你，我太自私诶。不过我相信啊，我天将会做上做事，想办法帮阿万过安定的日子。你用放心。你让他狗两个，你让他狗两个，你还有眼了？俺一想到俺好好乖乖买不乖着，俺就算了。别让俺老你这样子没救着，就凭你啥小案，我让俺对你还不比你还少个？求谁就不怕没，来留西啊，效益为命。你俺老一求证，俺一上要有公益的，俺一上要有公益的。阿爸，阿爸，我骗，是你要给阿爸。教我唔会查，心肝都好讲，你目界都较重要。阿妈的心机啊，我真了解。你心肝都唔好过，佢绝对唔会转来我的见到。我都想去准啊，呀，看过啦，那边的
他做的自家去同意。阿万呢，就交本意了。阿爸，拜托你。爸，放心，我要照顾阿万。爸，我是你。拍手机啊！拍手机！阿万嘞啊！阿爸，哎呀，阿万嘞啊！山上哦，青狼哦，哦，不能带上一走啊！有会要学的，再人也就唔惊。阿万嘞啊！些家己嘅好嘛？也是哦，莫来计较，些家己嘅就唔一样嘅啦。不卡饭有一类，也是唔会玩呐。各位他们有限的时间，听说我来看你。好啦，好啦，嘿，天意嘛，我谈阿爸咩花哦吓？好。作成小氣，一塊表咧，唔你冇拿到啊？嚇！一塊表我書店哦，上加工的時間拿出來看。好。一些人就會記得加工一下。好。丁燕，寒假倒車加工。倒車加工。加工，等下有限嘅時間，咪將喺露台幫加工看。好，好啦，元芳啊，阿萬咧，田燕，行過屋隔嘅，停手！哎呀，田少，阿爸就搞本意了啊！快啲啦，阿爸，你自家身體慢顧好。我知你啊，我可以講一條嘢咧嚇。阿爸，今日來到落去嘅。來，加工再見。你看，俺用做的嘛？做的啊，看邊行得緊張啊！當然啦，人講吼要比先生做個有學生咧，不然你講就做個怪，後門吼聽說比頭前幾位更加好啦。咁啊，希望我哋啊，頭前幾位先生啊，將會走私托，然後將人嚟教書啊！哎，有啦，那唔錯啊！你阿位哦，要去拍條藍毛咧。唔看，拍條藍毛啊！都好誒，條藍毛就拍了。唔開，40歲哪會算老啊？阿芬啊，兄弟哦，本
阮摕落实的啦。总之，都那只婚姻家没人用公年的，那只很酷。哎呦，来一正面啊！下来啦，班狗做乜嘅啦？下来。哎呦，唔怕啦。試手落嚟，試手落嚟。先生好，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先生，大家好，小乡土，我贵重哦，新来嘅先生。也係我嘅本樣修學，我嘅妹人天。你叫拜拜咯。係啊。係擺腳。哦。嗌爸真係唔係擺腳嘅。人天。嗌腳哦，冇擺啦。嗌啊，錯茶錯太久咧，迄啦效無好啊，腳麻鐵啦。用人嘅醫學就有一種講法，你係循環不良。想可以停通一下，驗屍就會好嘞。想睇家唔死掉，哈，唔死掉。循環嘛干？他唔死。林峰啊，像先生你咪是茶吼。啊，係哦哈，涂先生啊，你貴港人嘅啊，安排你頭前，就嚟好堂順天天啊。請問係？啊，我啊，我都5年房，喺啲收尾場嘅種子啦。呢位啊。聽日本樣阿伯，我拉嘅條仔。哦，原來係吳莊主哦，係啲廟裏莊就堂公嘅太名咧。涂先生，我人講啦，見過啊，係你搶交同道呢。啊，好，來，睇下聽書啦，涂先生嘅東西，等一位。好，來。天天嚟啊！停煙啦！係啊，竟然啊！暗啲呢？就現在。喂，睇下，慢點走。這來邊做嘛？轉去啦。哎。哪用聽咗誒？唔好，又唔是錢。因為唔係有新嘅先生來，你接佢就嚟邊做嘛？轉去啦。俺唔聽伊嘛，你也使用輕講就聽事情。乜解？這個特殊老下士，看到先生嘅衫都敷唔擦咧，還可以接佢。奇怪呢，人家會唱哦，先生冇算，就人半夜沒錢又好悶呢，用唔講出人家都來咯。你講啊，呀？唔係硬咪潛數減強嘅，你真見到老豆人嘅滷水鹽來人點啊？鹽批論啊鹽！哦，錯太冇事，人係人嘅太條果呢，果嘢師傅啦，太條果用藥啊，呢條磨牙太，一打牙要打唔入。啊，阿爹，有一項藥，哪項？你還跳啊！太跳高！哎，說嘛噶？陳師傅，做什麼事？你唔係唔從做嘅太來？阿財，咱呢個唔知，佢也係演落了嘅腦電啊！佢唔係腦電，佢老錢太跳。係啦。哦。
迄暗用哦。做农田啊，比做田生强爽，钱也较多。唔想去做，我做得来安排哦。哎，是你啊，你懂音呢？阿仔，阿了到杀过的装备送到四季村去，佮条车老外医院讲啊，无装备小滚水的。好，来滴，天天说过去。唔认真啦，做埋啦，唔好留到廿八迄种子，就做在对个风条架按摩下去好冇？再讲用板讲吼，佢迄挨个条架呢，又迄同事，哦，唔迄电视机吼，挨就穿水啦，呐，也唔好好到那边去啦。无法啦，俺语唔迄啦，看到佢牛子马面哦，俺就上爱讲了小法。好嘞啦，较掂掉的啦，等下一下。陈师傅，俺让天松啦。会咩话？买烂啊？唔系啦，俺到前面凉茶东一讲吼，当家就做好咧。好嘞好嘞，你要表态，就要做农兵。甜甜，你了现入吼，现就做得去四季村了。四季村，迄卖所在，用咩按听哈？睇只家嚟看下。哦，睇只家呢嚟哈。土先生，也系物家好东西啊！你係用完啊，拿來看時辰用嘅，有很多 clock。clock。也按用嘅啦。哦。今年我见你啦。还真是哦，我觉得当中诶。马雞啊，就條龍嘅呢，條龍誒，呀條龍誒，原本係藝術收藏嘅，前年啊，我離開檀香山嘅時節啊，你看我按中意啲東西，又再送本藝咧。哦，涂先生，嗰檀香山係用你迄個地方冇？誒，檀香山係啲 America， 對公主送信哦。我山莊嘅紅塵莊做會多啦，我說佢啲土公3年去到檀香山嘅，佢啊呢時條老用人種甘蔗，按不條就開水種法，就按用呢家新路做了5年啦，將存了一片甘蔗葉，盼到一張用細妹啊結親啊，唉，大嫂，佢兩啥就冇供生人，哎呦，我說啊就記了你非本愛啊。希望我做得一接觸嘅甘蔗人啊，其實我係一隻同神啊，但俾點解做實啲啦？只想啊，出去又看看啊，冇想到一歇我就歇了半年。啊，半年啊，當久呢？真係哎呦！涂先生，兩位啊，媳婦咯。我哋冇看見啊。先生好，先生，一個係樣做對落拍板，請。哎呦，好嘞好嘞，因好轉的啦，莫底下吼，就靠先生啦。好啦，你做啦，來轉。閒嘅時間，張槍睇住搞嚟嘈了啦，哦，真係了。涂先生啊，你了東西樣樣擺，睇下掉，讓天曬曬啊。大聲啦。唔可以啦，來，有錢水啦嚇。你乜家天水嘛？來，生意哦。來，等陣茶。哦。
阿爸，怎么？你还用文书有滴？唔免讲的唔对，佮时钟就迄 clock。你还用文书有滴？唔免讲的唔对，佮时钟就迄 clock。你用我讲啊？加上乜解，我还冇写呢。你看，阿爸，你快给我看呐！哦，嘛人口是写嘅？嘿啊，听者，唔用我写喏。无人搞爱啊，爱迄照恁几本书写嘅啊。爱问哦，有好读书冇？好读啊！挨爸讲，不管将来做乜嘅，读书行喺真有用嘅。逢山就开路，渡水就搭桥。阿爸讲嘅，伊实嚟就冇错。涂先生，唔教我用文好冇？哦，为到乜解喏？科技考嘅系数唔紧，冇靠用文啊。书方写，好有资金，但系无讲读书系为咗考试啊。也是你懂神机啊。嗯。我记得啦，我正好用文家下，我嘅用文啊，没教不透。该时啊，我就通通用哦，这点书风嘅诗啊，一笔一画嘅练啊。念得是用文嘅人啊，一字一句嘅学，真有了一系列成绩啦。读书啊，冇买技巧啦，就一只诗学。你要好用文做的，像我人啊，好通教嘅，全就我嘅，我就会教呢。不过啊，唔是会教别个3万哦，对吗？爱你。嗯，涂先生，今日来嘅最老教你哦。嗯，好嘞，两位啊，这个四季春，四季春哪里蔬菜啊？哟，全是嘅啊！地尾啊，青岛嘅青酱嘅西妹，等下入去啊，可以喊无嘅。喂，你创啥的？阮头嘅讲吼，要送这，互恁起火，嘿嘿。走卡伫后壁，莫后袂撞，知无？哦，知。小妹呀，莫叫你啦，免叫花得去等下样办经银行咯。我冇去经银行啦。哎呦，阿妹讲哦，喺你去见酒厅，去银行讲法，好好样办经事厅啊，又咩喺你陪佢条水。你放心啦，阿妹有讲哦，冇好价钱哦，唔可以本佢条名同你啦。我冇去投啊，同我做，我冇去投啊。
小妹啊，来到鸦片嘅小妹人，那就係吃烟嘅，也係你嘅命啊！你条死鬼船哦，就係你命嘅啦。好嘞，你看你嘅讲的呢。冇想到这个会安讲哦，你等一下，来了一场还没来哈。阿婆，迄老廖嘅工人啊，啊只装备炸饭送过来，本人就小困睡啦。啊，真细妹啊，迄头前啦。唔系啦，遐装备炸吼送过来，本小滚水嘅啦。哦，滚水哦，好啦，等下要送出去啦。阿婆，迄装备炸吼送过来，本小滚水嘅啦。按台上的吧，我又没耳聋哩，你都来了做乜嘅？遐装备炸本小滚水嘅啦。哦，偏说迄老杯啦，你喺做下啦。听老阿婆讲，哎，老哦。咩啦？阿婆，遐装备炸哦，本小滚水嘅，小滚水啊！小妹啊，阿妹来看你咯。啊你呢？系啊，你呢？惊埋啲两片啊！哎呦，还睇你那个看，还搞钱呢？好好好。哎，别那么急嘛。是你啦，俺要调试的，是你啦，是你啦。我都看人到处里啊，但应该要内底啊。夏季，你还好哎？你想啊，加送啥？俺去送装备啦，俺去想学鸟穿片手。你敢看一个穿红衫的查某囡仔？啊？红衫的。红衫。嘿。哦。啊！有，向嗰邊行。迄邊呢？係。行。下次夾到之後，面咯，喂，乜嘢啦？攞埋講法。冇乜嘢啊，哪有乜嘢？但你老頭啊？唔是啊，我做你啦。天天，你哋係用咯，喺度望老頭呢。哎呦！明明就伫今日学堂的先生会来，贵州的人全部去接先生的，就你生意无出，就伊奈讲啊，就伊奈，你又唔讲法？我去攞了前睇條。人家在做事，你去前佢做乜嘅喏？唔係讀書嘅人，總之都。按無簡單，將搶到按好嘅先生，規種嘅人全就紛紛喜喜接佢，結果呢，伊生意起來啊！我不管啦，搶管以後，老停招，乖乖留下去學堂讀書啦。阿妹，阿爸，我老停招就無強用啊，幾好讀書，我去學堂，果然就本先生打，我從細到大就唔係讀書嘅料啊。唔對，就本來老太條強用，去攞了做些，
哎呦，俺妈做的天数不卡，赚到的钱，唔用啥就唔是按做啊。做唔得啦，就算无卡无翻身吼，但妈要陪伊去读书啦。阿哥，新来的土先生，老条位先生，无穷样嘞。佢喺高咸水进来嘅，要学问，要成绩，你就同阿爸阿妹，攞嚟穷下去读书，好冇？天仔哦，先生教过一句话，行行出状元，係嘛意思？就係講，搶愛3萬，就會出頭天。係啊，不管做哪一行，搶愛3萬就會出頭天。像阿妹，讀完讀書，還沒老阿琴所未強用，本意伫咧做天使，做到伊鬼咕咕的，野外都撐起來。你講乜嘢啊？打開你！哎，不過唔樣笑，聽講嘅就來乖乖好讀，好好讀下書，可能係亂整，屁就來就個現條嘅。哎，不過唔樣笑，聽講嘅就來乖乖好讀，好好讀下書。可能係亂整，屁就來就個現條嘅。旁你一山青，旁你一山青。哎，你俩调啊，太上调哎，精神调，改头。旁你一山青，旁你一山青。黄河日海流，黄河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欲穷千里目。更上一层楼，更上一層樓。也是神童詩人馮之範嘅頂冠曲了。伊個意思啊，就是啊，日頭啊，一定西山天天的沉下去啊，滾滾嘅黃河水啊，向den東海洶湧奔流啊，唉。短短嘅幾句，就老見識寫到暗樣。呀，後背兩句已經就行卡過咧。哥，慢年，過來。唉，算了啦，挨打人家輸吼，也打唔做人家心嘛，終究冇打。佢先生愛瞓嘛嘅啊？天啊！還有你倆條啊！大家知唔知欲窮千里目，除咗更上一層樓以外，
还买办法么啊？这是用人啊，用来观察远方的东西啊，还加做得用来观察日嘅相程。其他东汉啊，总係所做嘅分田而地方嘅規管係強用嘅東西。要強千里目，更上一層。佢嘅意思啊，就係定個夢人啊。我看到遠遠嘅地方啊，人就會去看。像我呢啊，看到遠遠啊。自然就做得看過越多嘅東西啊，讀書人也係強用啊，讀到越多啊，人嘅眼界就越開。丁爺，啊？了解吧？哦，知道。啊？阿伯，先生哟，先生哟，你哪唔出啊？系啊。阿伯嚟上門嗬，想乜咁麻煩你，攞份飲咩衫？飲好嘛？啊，應該差唔多嘅啦，快啲洗。啊。人飲到實在很好哦。那啥麼事啦？邊個買時間喊來講咧？就是啊，阿伯飲咩不會啊嗬，唔搶獎還唔會退身呢。真是了，唉，我很少講啊，佢都要3度呢，到2時我嘅手上不難嚟去飲，安尼還要幫我做麻煩了。嗯。唔是啦，唔是。輸起來啦，我還沒輸錢，很快我要排泄再麻煩了。我又沒做生意耶。阿伯啊，先生用安尼講誒，就數下來啦。錯啦，你數你很好，你冇想到去甲做咯。沙圍場就8個附近人家呢，請下沙圍場嘅生意，你做唔少嚟啊？也貴重嘅人全做人上強，難為拿不落嘢嘛。安尼哦。蒙主吼都給空去樹上副轉了，我就買條拍布誒做嚟釀，釀好了後，再開都給空去賣，也做得啦。先生樣講嘅冇唔錯啦，阿開下菜嘅愛好買嘅時節，看到有人係路上賣布誒，佢布誒食啦吼，佢冇像釀嘅按價按號呢，都係一冊吼，我買要1角錢呢。一冊做得買1角錢哦？係啊。錯啦，唔按好嘅樹葉啊吼，看起來色彩強大爽。再個講，自家做春嘅錢，唔單止做得挺舒服，卡嘅收費呢，還做得長起來為生意讀書啊。使用有講哦，現在真是係一個愛讀書嘅好人才，好好啊栽培，行敗吼，絕對係沙圍場第一個創業。唔知想看呢，等到佢要參加考試嘅時節。也給禮行錢，還有讀書嘅書錢，也冇準備，到2時錢嚟來。我開染房啊！一夫真是總唔得再做。阿范，我開染房嘅真咧？係啊，我全都想好呢。啲行水嘅片吼得拍，染好嘅布啊，就做得出隻那啲行水地度。溜溜啊，細細啊，安尼去上工啊。唔聽講伊吼出老天伊人會答，孫沙達了會做家誒。你看啊，幾木條錢，要嚟答好嘛？我唔成日係慘上咯。用明啊？係啲些。就連染房地都做事，去染房地都會苦，
那比万年就较低。不一浸到水啊，3件就变有10件暗槽。洗手台咧，也会就像熬团那样的，起就起唔出咧。还有啊，这食料全部是油脱的，一浸到水啊，这水天天就逼开了，通都是唔知样讲啊。爱弟，都听不用得了。人哋养房的时间吼，比唔过较久呢。佢无强样啊，你太小气，我系啱讲嘅。太小气，这1917的事情呢。俩下吼，来唱迄个上听过面貌的师傅人家啦。养不是严酷，但俺民意按用，做田这么痛苦啊，艰苦就唔做事。你能有个下去啊？系你算的啦，你哋问私人劳作嘅，全部就拉嘅咩？唔是做到按开啦。林峰啊，係迄老先人嘅家上地位啦，迄廿年嘅好過意識，天吼就唔會民意講叫做事唔讀書，懂嗎？唉。听人讲的话，堂堂的就好诶。以后，将来唔是读书，做马件嘛好。给听朝呢？听朝样？杜先生讲吼，听朝做得一路考上去，考到聪人嘞。但腐烂脱嘞，步我还做得做。但是舞蹈去吼，用的步就不唔转嘞。今年这个较苦掉的啦，你唔好舞蹈生意。轻松一记。叫下个土地，无想头摆，无讲故意，假讲摕到单枪我都无做事，轻声一记，悠然在飞，飘扬过海千万里。轻松一记，一记在飞，辞别叫下个土地，无想头摆，无讲故意，假讲摕到单枪我都无做事，天窗挂杜。